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頻道客家大學堂。今日來到萬福坪村，萬福坪呢係在沙條角嘅南部，在一分兩平斜隔離嘅，又在麻雀嶺嘅南麓，又就係 Alex， 佢係法國人嚟嘅，佢對客家村特別有興趣，所以我就帶佢前來咯。萬福坪在沙條角公路邊，你可以坐大巴士或者小巴過來，好方便嘅。這一路後一直行，大概10分鐘就到村公所了。萬福坪嘅名聽起來好特別，名嘅來源呢又有好多講法。有啲歷史學家考究過之後，講佢本來係一條小萬嘅村，在清初遷界蘇建嘅時候，因呢村民被迫遷去內陸，復界之後也冇轉來，後尾客家居民在原來嘅村嘅旁邊起一條村，所以就換個萬福坪咯。嗰啲村民靠麻雀嶺流下來嘅山坑水，辛苦耕耘，世代繁衍，一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都用個種東西嘅。一條村本來要圍牆保護嘅，但係見到都拆開啲咯。前面本來有隻半日型嘅池塘，見到冇水，3眼去臭咯。這一進門一直行，有間好古老嘅屋仔。地波係供奉嘅福德宮，係保護呢條村嘅。呢條村嘅周圍呢，又有好多伯公，包括保護水源嘅水梟伯公。我朋友 Stephen 係出生呢條村嘅外籍人，又好中意呢條村，而且還請你學校客家話添。Stephen 過咩湯呢？每年過年嘅時候，人哋都要睇現喺盆菜宴。村民在世界各地轉到嚟鄉下自治一堂。能夠有趣嘅，就係其實每年都會請一班外籍人來跳演嘅民俗舞，好撈嘢啊！你係演劇人啊？冇錯，演劇人啊！你見到退休幫人哋出下？冇錯，我退休之後呢，嚟到外灘啦，就住咗13年。哦，你買緊屋車灘？係買啦。你做乜雞來萬福坪村出嚟？我喜歡空氣好啦，好靜啦。哦，係啊。哦，即係可以養橋啊！哦，要佢養橋。四條橋啊！有4條橋喺度啊！哇，呢個橋仔都好靚喎。你覺得呢條村對外籍人有咩啊？好啊，我老村民啊，非常好啦。關係好嘅，哇！我都發現有啲村民好友善喎。真係村民啊，好好人啦。係啊，就嗌講客家話啦。係啊，大家都覺得好得意啊。原本後生外籍人後講客家話，我都覺得講好客家話。好，我有個人就機會訪問到村莊咯。萬福坪入面有幾多個鄉啊？以前就太郎街7鄉，梁羅王府河塘中。點解就4鄉？點解就4鄉？我出世到點解就第4鄉嘅？咪4鄉係邊度？鄉塘、鄉府、鄉羅、鄉中。塘羅夫中。冇錯啦。咪鄉我同意。鄉中。鄉中。爭70%咯。哇，很多啊！70%。哇，其他啲人都好瘦喎。鄉羅廟度講完啫喎，鄉塘要廟度講完，鄉府要廟度講完。搞埋見到幾多個村民啊？有出嘅。唔係做人，做事做節咧，點解條兄弟節目？我見過個本色咧，30集以下咯喎。連埋全國嘅租賃工都要多咯。哦，有冇300啊400啊？要嘅啊，馬來一辦到都差唔多100幾200人啦。喺度5座奶啊！
都有時回流啊，冇咁做，做嚟開廚房啊，中年嗰時，冇幾錢都點解冇做過嚟嘅？即係入條前馬來嗰邊都要好多錢啫。好多呀！哦，馬來應該運8年啦，2年啊。我要嘅喎，因為買豬仔一年都起喎，買豬仔都年都。最緊係出聲，點解你要熟啊？你咁嗰陣時都再去馬來咯。去馬來。以前我哋貓病要一圍牆嘅，行卡圍建嘅。有陣時好多條神車，出聲你可能冇喎。因為開牆角度相對安全咯。係啊係啊。因為你要啃金器。啃金器咧，一切落很過難。你唔可以變成金器。你些時好似好多人演嘅。7、8歲定係多。7、8歲先。4、5歲嗰時要多我啲。你幾多歲啊？我差17歲。17歲唔細喎，即係都係數。都要過去嘅。大過去啊！我只過去成幾年嚟過去。幾年就過去。真係慢慢人家耕田啊！就係換到先嘛，耕田冇出路嘛，啲會隨去換先咯，冇辦法咯。如果唔價完全冇，如果明天人少定聽你啊？要兩價嘅。要兩價。要兩價。即係免招。免招，佢想招唔到。想起唔到。結果佢到咗去叫龍啊，香港情況中。冇錯。人都 OK 嘅，要想種來你要佢叫。我想種落來啦咩，都要300幾年咯。條村咧起碼要700年以上噶啦。我話啲古機咯，條想種落到300幾年咯。廿條咧做成大啦嚟。廿條要肯在安徽，都以前唔記得幾日。後到安營辦業嚟出嘛。以前一條老熟婦唔俾安營做嘅。副忙我出手餅嘛。係啊。做邊個做我條爭成嘅用時啊。我看到用我幾年出喎。有。老家都關係幾好啦。有學校。有批工睇過田。係啊，有真學校。你現在都有水有田啦。我先時啦，呢度水有田應該要5歲6歲之前啦。5歲開水啊？嗰時我先3歲咧。我哋要有水塘嘅。話唔會9歲水苗咧？9歲嗰陣時我已經演過咯。點解冇架耕田啊？冇咯，即係時嗰啲叫嚟教下要啊，自己中學時識。咩揀到幾多年仲要出冇揀？揀到當贏啊，應該顧嘅咧。咩，自己仲耕田嘅，叫國和又一個國和嘅。都要叫8幾年嗰陣時冇。叫8幾啊？80年嗰陣時仲起演嗰陣時仲要嘅。即係80年之前要嘅中。耕田嘅，仲耕田嘅。應該叫南人都啩，啲人上下要叫南人，一段時間啲冇咁耕田。即係馬路一來啊？要，條馬路要嘅，喺條以前成條回隔成條要去做嘅，成條回兩年時間攞到啲鏟嚟鏟啲嚟教嘅。見啦，有條車係粗嗰種人都年紀比較大啊。係啊，再嚟回流嗰條歌年紀大啲哦，條小山條全部仲嗰個咯。比較瘦些落過呀。瘦，上頭會都夾埋咗2、3集先啦嗰啲嗬。條全部仲嗰個。而家條長仔咩？咩古禿喎？古禿喎，冇識嗰度比較嘛。呢度就人哋一年幾年啊，鐘先生，而家出演嘅再來誒。大條都70幾歲咯。70幾歲咯。有條幾大讀書啊？廿條讀書誒。都傳一間咧，見到日先喺香港做嘅，喺學校喎，我哋嗰陣讀書學校嘅。我老屌係做10位，挨間福德宮挨間。挨間。點解要重慶咧？見到重慶嚟啦，重慶嚟。挨間個福德宮嘅。福德宮嗰邊。福德宮成條會兩件，即係屬於成條會啦。幾多年前就喺讀書喎？啲我老屌先就喺讀咯，起碼都還100年。即係100年前咧，就喺學校先。係啊，冇錯。後尾咧就幾咩嘅辦緊日行嚟去先學校啦。先學校就前喺度私企一種人嚟教書啊。係啊，我係私企一種人嚟教書。即係教本地話啦。教本地話。你就讀本地書。即係冇錯。喺邊咧？教學校就讀客家書。係。喺度線上車嚟唱。喺線上喺學校自搞會都做教裝，一唱幾隻條啊，歸來條啊，喏。喺台咧就係讀客家書。係啊。唱男仔。唱女仔就要讀，妹仔唔係讀嘅。
嗰隻冇都嘅，廿線都講都要啊，冷嘢都要啊，冷嘢都要啊，冷嘢都要啊，同埋砵半枝樹啊，砵半枝樹，有兩隻貨色都攀到成6年幾啊，即係攀到幾多年就？攀到應該8、7。我拉住都係就禿黑。有拉住，有拉嘅。我拉住佢40幾歲咯，記唔記到出征書都已經收嘅，收佢都冇攀啊。即係印度幾十年都冇意思啦。都散嚟啦。新學校個咪苗啊？蚊火學校。蚊火學校。蚊火學校。蚊火公立學校。藍年胎啊？屬於啊，黃竹線街都冇錯。萬福病村嘅前人建築法通，省通法拍。重視合別，既保留嘅傳統，又有現代嘅元素，喺新界受見呢，有啲各地一邊呢。好啦，多謝各位。